1990年8月7日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麦哲伦号金星探测器离航行15个月了后，成功抵达金星轨道。麦哲伦号创建第一个金星的高解析绿特影像，让咱看会清楚金星表面的特征，包括环形山、山峦啊，目前也是上有路的金星地图。1993年，新国民党连线的成员筹组政团，8月7日宣布脱离国民党，成立新党。钓鱼台内屿的领土主权，当然是属于我们的，是属于我们台湾的，这一点绝对毋庸置疑。2005年，大社保卫主权，当时的总统陈水扁由国防部长李杰、海巡署长柯惠又陪同，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背起哩皮加斯的元首。总统亲身主持海疆兵将的献牌，就是要强调海洋立国的决心。